今年开始，饭店旅馆因为环保新制度，袂使提供用一届就拼掉的洗肠用品。消基会有调查172个观光饭店，人客若是无查，有6成的饭店是爱开钱买，上贵的一组嘛爱680块，甚至有1成外的饭店无提供洗肠用品。不过消基会嘛讲，这寡用品饭店有升起来，啊，不过这单房的介绍煞无熟好人。变好的客房，伫更4时的下境的台面顶悬，无任何一摆上的备品。比中央的环保新制搁较严格的台北市，照住伫条例，对这个月2日开始，连续禁用一摆上备品的完成时间到期，客查人员会开始稽查。不管客房、公共区域还是附属设施，拢袂当放。在7月22号以前，我们是就是客人有需要，我们还有一些剩的就给他。但是在7月22号之后，我们就真的不敢给，因为我们怕被罚钱。每一次讲，每一次被客人骂，说你们为什么不提供？消基会调查过来，拢总172间1000到5000级的饭店发现讲，元旦开始连续禁用一摆上的备品新制上路了后，嘛是有真少数的业者主动提供备品，有2社因是甲特意都会提供，另外嘛有条件式的提供，也是工业部式的提供，但是有高达59.3%是必须要纳钱来买，占比上大。伫高雄这间5000级的饭店买备品组合继续是上悬的，是680块。业者讲，支持政府推动减少一摆性备品的政策，因买唔那只是功能性的物件，而且会当用几啊摆。卖这个价格的话，就是有需要的人就还是会买，就是重点是在有没有需求。环保吧，我觉得蛮合理的。那你会希望它的价格可以因为就是这样可以比较低？还好我觉得维持原价就可以了。备品的部分要付费，那这样子我们现在没有备品的话，是不是应该降价？好，那其实好像也看不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。消基会指出讲，饭店甲备品的成本省落来，但并无反映伫房价顶悬。卖备品嘛是造成消费者观感真歹，建议会当学日本的做法，考虑伫柜台提供备品，互有需要的房客家己摕。伫环保和消费者的需求内面找到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